啥呀？呀，别看老师。喂，俺多少点有啥呢？既然你给穷提的，但是俺的俺心没感应。啊，今年他考完就给你去过哎，俺来听还不晓得的。哦，要用的。也行。喂，这到了没？哦，俺订哦，啥订？第一上他叫他呢，他听到就俺也以为呢，他俺们见过的他哪呢？阿姐搞不起来，지금多了，咱这就那么吃他来见说看了就给下我上去问你，这老不吃了，其他是我上去，有老，来噻，老，俺那家教的来，来噻，他孙伢的他俺一个孙伢家，老，你说哦。喂，三饼呗。呀，底下这俺上叫给这个俺们跟上了介绍其他的，你不啦到东下月，他呢听人家没这个特就给俺去说啊。哎呀。这可上俺听到的，俺们到土里给个用的，俺们的嘞。呀，俺那嘛的，俺在俺就在跟上了呀，他听着超多的，俺这那什么这讲嘛的，这当年这说的他这当个本来是皮也买回来了，俺就听着这个的嘛。他嘛，他这要不钱对了，咱都懂得吧？要不钱，好是个，他这给那公司好了，要不钱年么多个，俺对这俺家大概领好是个。哦这。好的呀，对吧？他俺同意去了。他嘛，那要不钱对了。俺那嘛的，今天这年这公们这好的，看，那嘛的。咖啡对吧？对，完了，同这俺们跟说讲是这个用没？他别这个嘛，俺们见过他说出过嘛的呗，别谁的嘛他对不对？现在做亲戚看的那都客气，结果哪块去就说学的。现在做别谁的嘛，现在他顶上你我们这讲的，别谁的嘛，就是知道要过呢，他们刚就说出过嘛的，他们见过的要过吃出过嘛的呗，别谁的嘛，就是而且他们老干是什么的嘛，现在对动都在用了这，现在是干说干解决你要的呗他，别谁的嘛，顶上没看过了，长嘛了，什么长嘛都吃了空间了呀，他们也都的。没里把团队他都去，也没看看也不讲讲去过的，其他都说都是白色的嘛，白下地子有，但修建什么都是白色的嘛，他团队。开门的，包括他就过了，你给他看到了，现在给他开门的开门，那不然俺这边嘛去么？哎呀，这回答不得，这那个才讲么？哎呀，你看哎呀，他去，我那厂那个他去报那个些没呗，他的我那厂那个点不人能的，他听上俺你这呗，我那个不是卡在有句嘛的，跟上了听着建议，别谁句嘛的，岁怕嘛，你看，跟上了听着建议呢，想着哪个想着肉呀他那他那个等下来，没来到牙是前面都我这个就是。